各位伫现场甲电脑头前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你礼拜伫要开始，请大家备办心。宣调，耶和华至大，应该受大的懊恼，伊的大狗袂测度的。这代要对迄代懊恼你的所做，也要报用你大权能的事，请照甲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阮羊条的门，你是阮好的牧者。阮要来一世人来跟对你，一世人来尊叹你的假事，每一天来亲近你，每一天来你的面头前对你祈祷，对你懊恼。今仔日，请你差派你的圣心来引带阮，引带阮今仔日的礼拜有你大大的同在，互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来敬拜你、学乐你、领受你的话语。阮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圣经，今仔日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约翰福音第10章的第1节，我时常甲恁讲，伫羊条无对即个门来对别的所在搬过的是插是强盗，对门入的是羊的牧者，过门的甲伊开，羊听伊的声，就对名叫家己的羊带因出。已经将家己的羊拢放伊出去，就做头行。羊也对伊，因为认得伊的声。决断无对的生分人，就是相比伊，因为未认得生分人的声。耶稣用这个譬喻甲因讲，因毋知伊所甲因讲的是啥物。所以，耶稣搁甲讲：“我时时甲恁讲，我就是羊条的门。今仔大声我来的是插是强盗，若是羊无听音。我就是门，若有对我入的，要得到救，搁要出去，也要得到草料。贼来，毋是爱偷、爱财、爱灭无，我来
是要互因有活，阁有丰盛。讲到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听我的声音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拢知影，耶稣伫约翰福音的当中，伊用7个譬喻来介绍伊家己。咱现场的兄弟姊妹，恁敢知影这7个譬喻是啥物？耶稣讲：“我是生命的牛，我是生上的光，我是国活生命，我是道路国活生命，我是羊条的门，我是好的牧者，我是葡萄树。”在约翰福音当中，耶稣用这7个譬喻来介绍伊家己。今仔日咱要来分享的这个题目，这个主题就是耶稣讲。伊是羊条的门，伊是好的牧者。这段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但是呢，今仔日我要分享的这个所在，毋是对第10章开始，因为咱若要了解耶稣为什么伊讲我是羊条的门，我是好的牧者，咱就爱先了解讲，伊是伫咧什么款的状况。来讲这款的话，所以咱即马若是现场的兄弟姊妹，你若是有圣经，咱请翻开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3节。我要来先看这个代志吼。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3节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是生来瞎眼的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候，耶稣他遇见了一个生来瞎眼残疾的人。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门徒带着这个生来瞎眼残疾的人到耶稣面前，问了一个问题。他问了什么问题？第2节他说这个时候门徒对耶稣说：“拉比这个人是生来瞎眼了，是谁犯了罪？”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仔细看门徒在这个时候问的这个问题，你可以看见门徒的一个逻辑是什么？门徒心里所想的是，如果有一个人生来残疾，生来身上就有疾病，那么一定是有什么人做了坏事。因为他问耶稣说：“是不是因为谁犯了罪，所以这个人生来残疾、瞎眼、看不见？”门徒继续问。是不是这个人他还没来到这个世上就犯了罪，所以他生来残疾？如果不是这个人，是不是他的父母在过去犯了罪，他的祖先在过去犯了罪，以至于这个人生来瞎眼残疾？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跟大家问一个问题：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不小心有这样的想法？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，他生来身上就有缺陷，生病或是残废，虽然我们嘴巴不说，可是我们好像因着过去的一些习惯、传统，或是其他的信仰，不小心影响我们的一个观念，我们会想，这个人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，或是他的祖先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，以至于一个人居然生来从天生下来，他的眼睛就看不见。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我们不该这样子论断、批判人家，但是我们心里好像会有这样的感觉，有这样的疑问。这个时候，门徒很不意外的，他也拿这样的问题来问耶稣：“夫子拉比请问一下，这个生来看不见的人，是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如果不是他，难道是他的祖先做了坏事吗？”我们很可能也会不小心问出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如何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我非常的曾经有一段时间，也用非常长的时间来思考。可是我现在非常喜欢、非常欣赏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这样的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什么。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
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仔细看，你会发现，耶稣基督在这边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不是这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。这是不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没有权利，我们也没有资格来评断一个人为什么生来有残疾？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似乎在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生来残疾，是不是因为他犯了罪，轮不到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来评断他是不是犯了罪，轮不到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来审判这件事情。这个道理一点都不难，为什么？因为审判的权柄永远在上帝的手上，你跟我都没有这样的权柄。所以我看耶稣基督这么回答，他似乎在告诉我说，这件事情轮不到我们来讨论，我们也不用去探究这个原因。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他说啊，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看见一个生来残疾瞎眼的人，除了你可以帮助他，带他去医院看医生之外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就这句话来看，我的理解是，我们要不住的为他祷告。祷告什么？我们只祷告一件事情，我们祷告有一天，上帝要将他奇妙的作为，在这个生来瞎眼残疾的人身上彰显出来，让他得着医治。这是我们该做，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。耶稣在说完这句话之后，耶稣自己做了什么？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面，对他说：“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。”弟兄姐妹，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哈？虽然这段经文我们读过很多次，但你仔细看一下，耶稣做了什么事情？耶稣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。他做了什么事？他吐了一口口水在地上，然后把口水跟泥土混合之后，抹在瞎眼的人的眼睛上面。如果你是这个瞎子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？而且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。”如果你是这个瞎子，你会怎么做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瞎眼的人非常之顺服。虽然眼前这个人对他做的事，在旁人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，可是这个瞎眼的人一点都不犹豫，他马上到西罗亚池子里，用水把自己的眼睛洗一洗，一洗，这个瞎眼的人眼睛居然打开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经文可能我们读过太多次，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但是你仔细看看，你仔细想想，这个人从他出生那一天，从来没有用过他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。他的眼睛完全是没有功能的。你想想看，你的世界永远是黑暗的，直到有一天你遇见了一个人，他跟你说，他先把口水吐在地上，用泥土跟口水抹在你的眼睛上面，然后跟你说，你去西罗亚池子洗一洗。弟兄姐妹，也许我们看起来很自然，可是你要知道啊，这个瞎眼的人非常顺服耶稣所说的、所做的，他马上就做了这件事情，然后他的眼睛马上就打开，马上就看见了这个世界。弟兄姐妹，我想在这里请问你一下，如果你是在现场的另外一个第三者，如果你看见耶稣对着一个瞎子做这样的事情，然后这个瞎子他把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他大喊：“我居然看见了！”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情景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你会有什么反应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是我会马上跪在地上说：“天父上帝，我赞美你的作为。天父上帝，我赞美你，你居然将这样的神迹奇事彰显在一个瞎子的身上，而且有这么多人见证了这些事情。”我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马上冲上去，抓着这个瞎子的手说：“上帝真的爱你啊！他在你身上行了一件奇妙神奇的事情。恭喜你，你一定是神拣选的一个孩子。你不只是身体得着救赎，你在来世也会得着那永生的福气。”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是我们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情？因为我们会赞美耶稣在这时候的一个美好的作为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在这现场，
有另外一群人看见这件事情，他们的反应跟你我不一样。这群人是谁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这当中有法利赛人啊，法利赛人中有的说，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又有人说，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他们因为这样彼此起了纷争。弟兄姐妹，法利赛人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们来回想一下，当时的法利赛人是什么角色？他们是在这个社会上的什么人？他们是不是一群宗教领袖？是不是一群对这个信仰、对这个宗教非常熟悉了解的人？如果你记得，我曾经分享过，保罗曾经这么介绍过自己。保罗说：“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派。”记得吗？为什么保罗这么说？保罗的意思是说，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派，他们的特征是什么？他们是一群这世上最熟知圣经、最熟知神的律法、神的诫命，而且他们是最遵守神的诫命，各样的节期、各样的仪式、各样神说该做不该做的事情，他们是最遵守。在这个前提之下，他们看见耶稣做了这件事情，他们批判耶稣，他们在这个瞎眼的人面前说：“这个耶稣啊，他一定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”他不像我们一样，我们是绝对遵守安息日，绝对遵守神的律法、神的诫命的。这个人如此不守神的律法，他怎么可能是从神来的？你不要信他，你不要以为他在你身上做了这个事情，你就该信他。你不要信他。又有人说，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？弟兄姐妹，法利赛人的逻辑是什么？他的逻辑就是一个犯罪不完全的人，神不可能使用他，因为神不怜悯罪人。这是法利赛人的逻辑啊。为什么法利赛人在这时候要这样说？弟兄姐妹，前2周我们在讲受难的时候，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，这群法利赛人之所以那么讨厌耶稣，是因为耶稣完全危及到他们在这个世上的社会地位。他们嫉妒耶稣，因为众人都跟随着耶稣，不跟随他们。所以法利赛人非常非常讨厌耶稣，看到他就要毁谤他。尤其他做了一件这么神奇的事情，这个时候不毁谤他，不诋毁他，什么时候要做呢？弟兄姐妹，可是啊，你知道吗？当这些法利赛人在瞎子面前诋毁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蒙恩的瞎眼的人做出了什么反应。那人回答说：“他开了我的眼睛，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啊！”兄弟姊妹啊，这个青眉的人啊，他说：“这个人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的这个人，他医治我的目睭，他让我还会使看见。但是啊，恁家的人竟然不知道他是对哪位来的。啊，恁家的人实在足奇怪的啊！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恁连这项代志来看不清楚啊！恁是出什么问题啊？”弟兄姐妹，他说啊，这个人他可以开我的眼睛，你们居然看不出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，你们真是奇怪呀，法利赛人们。这个瞎眼的人继续说：“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。”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是很像是刚刚法利赛人说过的？意思是说，这个盲人他知道啊，我知道你们的逻辑，你们认为一个罪人不可以行神迹，你们认为神不会垂听一个罪人的祷告。好，他继续说：“唯有敬奉神、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”意思就好像是我在问你们法利赛人们，我问你们，如果说眼前这位人他是个罪人，他不是一个敬奉神，不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，那为什么他的祷告会蒙神的垂听，以至于让我的眼睛可以看见？你们真是奇怪，为什么还看不出来？瞎眼的人继续说：“从创世以来，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人的眼睛打开。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行出这样的神迹。你们呢，法利赛人们？你们看过这样神奇的事吗？”
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法利赛们，你们来评断看看，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他能做什么？况且他能医好我的眼睛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如果你们还看不出来，就像这节经文说的，这真是奇怪啊！这真是奇怪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胡说八道，乱毁谤一个人。当这个瞎眼的人这样子去跟法利赛人辩论之后，你知道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吗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。法利赛人他们回答这个瞎眼的人说：“你全然身在罪孽中，你是一个极大的罪人，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”法利赛人们他们的那个自大狂啊，自大的那个症状又发作了。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派啊！世上没有人比我了解旧约圣经，没有人比我熟知神的诫命、神的律法，没有人比我们过得更圣洁的生活。你这个罪人居然敢教训我们！你有没有发现法利赛人这个反应，他根本就是哑口无言了，他根本吵不下去啊，他已经输掉了。他在这个时候就是更小灯生气啊，恼羞成怒，因为他讲不出什么话了。于是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们把这个瞎眼的人赶出去了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赶出去，我们要特别了解一下，这个赶出去不是把这个人赶走而已。在犹太的传统文化里面呢，如果说你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赶出去，就代表着什么？代表法利赛人宣告一件事情：是你不是神的选民了，你不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了，你现在是变成外邦人了，你是不蒙神悦纳、不蒙神怜悯的一个灵魂，你没救了。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置啊！他们把这个瞎眼的人就这样赶出去了。看起来这个瞎眼的人，他的未来没有任何希望，不只是他在世上的生命没希望，而代表的是他有一天如果离开这个世界，他也不会去到一个好的地方。看起来好像会这样，可是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当这个瞎眼人们赶出去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找上他了，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啊！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约翰福音第9章37节这个地方。这个时候，耶稣啊去找这个瞎眼的人，对他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这段经文没有在 PPT 上哈，如果你要看，可以在圣经上找到。这个地方啊，耶稣为了这个瞎眼的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问他什么问题？耶稣问他说：“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你信不信上帝的儿子？”这个蒙神怜悯医治的这个瞎眼的人，他说：“我信，我要信上帝的儿子。上帝的儿子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我要去信他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基督对他说了一个大好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耶稣基督对他说：“在你眼前的这个就是神的儿子，在你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就是我。”瞎眼的人听见之后，马上跪下来拜耶稣，认他为主，认他为基督，他的救主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曾经有一个人也做过很类似的事情？有一天啊，耶稣问他的门徒说：“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啊，他抢先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就是使徒彼得。彼得在这个时候抢先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耶稣基督回答他说：“你是一个有福气的，因为你这么说，不是从人而来的，而是从我天上的父来的。”从此之后，彼得领受了天国的钥匙，成为了这个世上教会的基石、教会的磐石。他成为了第一代的传道人，成为这世上的第一代的教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毫不犹豫的认他为基督，认他为永生神的儿子。
今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这段记载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个瞎子他做了一样的事情。当耶稣基督跟他说：“在你眼前这位就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这个瞎子马上跪下来拜耶稣，认他为主。这个瞎子是大有福气的，这个盲人是大有福气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基督说了一段话。耶稣说啊，他说了一段我很喜欢的一段教训。他说：“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”弟兄姐妹，我再念一次。耶稣说，他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叫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弟兄姐妹，你注意一下，在 PPT 里面这一段红体字的经文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不是稍微有点看不懂耶稣在说什么？你稍微有点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他说：“我叫不能看见可以看见。”现场有谁本来是不能看见的？是不是这个生来瞎眼的盲人？然后耶稣用他的神迹奇事医治了他的眼睛，让他可以看见。好，第一句话我们好像看懂了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二句话：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请问一下，耶稣在这里说能看见的指的是谁？法利赛人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真的很聪明哈。这里能看见的指的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。可是我后面这句话我们有点不了解啊。法利赛人眼睛坏掉了吗？法利赛人突然变成盲人了吗？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？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来理解这一段经文，我们要先知道，我们来回想一下，刚刚我是有分享说，法利赛人自以为什么？自以为圣洁，自以为是世上最懂旧约圣经律法、节期、礼仪的人，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在这辈子过的生活都非常的敬虔，照着节期，照着各样的仪式生活，从不逾矩。法利赛人认为这就是真理，这就是可以让我得救的真理。但是他们唯一没看见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？他们看不懂，在他们眼前这位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基督说啊，你们这些自以为能看见真理、看见得救的救赎之路的人，原来你们是瞎眼的。因为你们漏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是基督永生神上帝的儿子，你们居然看不出来。就这一点来说，你们彻彻底底瞎了眼啊。反过来说，我们回头看这不能看见的这句话，这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。这个盲人除了他的眼睛得着医治，看见这世上的物体之外，他还看见一件这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他看见了在他眼前这位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无怪乎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居然说：“我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叫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。”接下来，耶稣基督继续说。接下来，当耶稣基督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现场法利赛人也听见了。你知道法利赛人在这个时候很不服气啊，他们说了一句话，他们说，他们居然很不服气，跟耶稣说：“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”哦，弟兄姐妹，我没有骗你啊！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真的笑出来了。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自取其辱啊？他们在耶稣面前说：“难道我们也瞎了眼？”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回答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”什么意思？耶稣对这群法利赛人说：“如果你们承认你们的眼睛是瞎的，如果你们承认你们看不出来得救的道路、得救的真理是什么，以至于你们要寻求一位真的救赎主，那么你们反而没有罪了。”所以耶稣为什么会说：“如果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？”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啊，很令人感到可惜的是什么？很令人感到可惜的是，这样的法利赛人，他们不承认自己瞎了眼，他们反而说：“我们才是这个世上能看见的人呢。”这份骄傲，这份自以为义的骄傲，
以至于这一群法利赛人，他们背负着他们的罪，因为这份骄傲，让他们没有办法看见眼前这位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本来要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10章，耶稣说我是门，耶稣说我是一个好牧人。可是在进入这段经文之前，我用了一段时间来说明为什么在耶稣说这个比喻之前，他经历了什么事情。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。法利赛人看见之后很不服气，跟这个人跟耶稣做了这段的对话。耶稣最后赐下了这样的教训，这样的教导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耶稣开始说他是门，他是好牧人。约翰福音第10章的1到3节这个地方，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字有点小，所以我要用约翰福音第10章1到3节这个地方，耶稣在这个时候，也就是他刚刚跟法利赛人对话结束之后，他说了一段话。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。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来细读这段圣经，告诉我们什么？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红体字是什么？耶稣说：“从别处爬进去的人，这些人他不是从门进去，他可能是翻墙进去的，他可能是挖地道进到这个羊圈里面的人。”耶稣说：“这样的人是贼，是强盗。”我们今天停在这里，弟兄姐妹，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，就你的理解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，一个羊圈里面有牧人、有羊、有看门的，但是有贼、有强盗。我请问一下大家，你们思想一下，贼跟强盗指的是谁？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在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，很多的角色是非常鲜明的。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，耶稣说的这个角色指的是现场的什么人。可是在这里的贼跟强盗，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，到底耶稣说的贼、说的强盗是谁？这个待会我们会有很详细的一个分享。我们接下来往下看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这一段我们不难理解，羊的牧人一定指的就是耶稣基督。接下来有第3个角色出现，他说看门的就给他看门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出现第3个角色叫做看门的。我直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这个看门的指的到底是谁？在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知道，就我们的了解，我们说看门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深奥难解的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历代的经学家、历代的学者，没有人可以确定耶稣当时说这看门的是谁。所以我们不用太苦恼，为什么我们不知道、想不出来看门的是谁？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稍微忽略了。我们往下看他说羊也听他的声音。那这个时候，羊听他的声音，耶稣基督按着自己的羊的名字，把羊给领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会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有某几个时刻，是我们觉得上帝在呼召我们，要不然你不会走进这个教会。我非常非常相信，只有上帝可以把人带进教会，也只有上帝可以把人留在教会，留在他的羊圈里面。所以我要问你一件事情：曾经是不是曾经，你听见过上帝呼喊你的名字，说来到我的羊圈里面，来到我神的家，也就是这个教会里面？你不要觉得你一定是那个，你可能是那个没有听过上帝叫你名字的人。传道在这里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你一定有听过神叫你的声音，也许不是像我们听觉上的这样的声音，也许不是像你用耳朵听到的那样的声音，但是你一定在某一个程度，在你的灵里面，在你的心里面，曾经你听过神叫你的声音。也唯有这样，你才可能今天坐在这里敬拜他、赞美他、听他的话语。所以，当耶稣基督这么说的时候，他绝对不是乱说的。
他说：“我是一个好牧人，我会按着我羊的名字把他给叫出来，领他到我要带他去的地方。”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基督在这里还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继续说：“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”耶稣基督再强调一次：只要你是上帝的羊，你一定认得出他的声音；只要你不是他的羊，你认不出他的声音。弟兄姐妹，我知道现在除了在现场的弟兄姐妹，有很多人你是在电脑前面，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参与这场礼拜。传道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，神他正在叫你的名字，他正在用你的名字呼召你，要你来到他的羊圈里面。也许你会觉得我这句话讲得有点奇怪，我说不定只是很偶然的机会下，不小心坐在电脑前面，或是只是我的家人硬拉着我一起参与这场礼拜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些事情不可能是偶然的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勉强你。如果你硬要离开电脑前面，你硬要离开这个教会的现场，没有人拦得住你，没有人可以用绳子把你绑住留在这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，现在上帝正在呼喊你的生命，正在呼喊你的名字，要你留在他神国的家里面，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比喻所说的他的羊圈里面。待会我会为了这群人特别的来祷告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当耶稣这么说完的时候啊，这群人不了解他是什么意思。好，你看圣经里面说，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，但是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就因为这样，耶稣基督要继续说第二件事情。耶稣说啊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凡在我以先来的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又一次，耶稣基督又告诉我们说，除了他以外，有另外一群人是贼跟强盗。不晓得刚刚这段时间，你有没有在思想，到底贼跟强盗是谁？到底谁是贼，谁是强盗？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整个经文分享的这个过程，虽然约翰福音的门跟牧人的这段经文只有10节，可是我把整章，也就是他前一章第9章全部分享了一次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大概可以想得到，这里耶稣基督所说的贼跟强盗是谁了？现场你们可以想得到谁是贼，谁是强盗吗？我先承认一下哈，我第一次只读这段经文，只读约翰福音第10章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的第一个反应，我认为贼跟强盗一定就是撒旦魔鬼，一定就是那个恶魔，属灵的恶魔，属灵的那个撒旦，那个 devil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当我很细的把第9章好好的读过，再进入第10章门跟牧人的比喻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这里的贼跟强盗指的是谁？法利赛人，没有错。这里贼跟强盗指的是法利赛人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说法利赛人是贼跟强盗？耶稣基督在这里说：“我是门。”我接着问弟兄姐妹，请问这世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，有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门的角色？不可能，世上不会有第二道门让人走进羊圈里面。但是世上有其他的谎言，有人可以告诉你，有人会很想告诉你说他是门，有人会告诉你说，你透过我这个方式可以走进羊圈里面。你不需要透过基督这个门走进去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来回想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说法利赛人为什么觉得自己会得救？法利赛人觉得我熟读圣经，熟知律法诫命，我一生一世过着圣洁敬虔的生活，所以我可以得救。错，大错特错！没有人可以靠敬虔的生活进入羊的门。羊圈的门，没有人可以靠敬虔的生活进入羊圈的门。要进入羊圈的门，只有一个方式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门。没有人可以透过别的方式进入这个羊圈，包括这些一辈子敬虔、一辈子圣洁的法利赛人。
弟兄姐妹，我要问大家一下，我们这个年代虽然没有所谓的法利赛人，我请问一下，有没有别人告诉你说，其实你可以靠别的方式进入羊圈？我打一个比方，比如说，有没有人告诉你说，我们可以透过积功德、积阴德？因为我是一个钓鱼的人，我常常看到有一些宗教团体，他们在海边把鱼放生一大堆的鱼，几百公斤的鱼放出去，捕鱼的人再把它抓回来，他们再去买，再把它放出去。他们认为说这个叫做积功德，可以帮助他们进到一个好的地方去。我对他们的哲学不是非常理解，我们也要分享很多。可是我看起来，这样真的能让我们得救吗？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问号。第二点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可以透过修行进到一个更不一样的境界？有没有人在推行说，你可以过苦行僧的生活？你可以吃得很简单，睡得很少，然后一辈子关在一个修道院里面，一个寺庙里面，你就可以进入一个更好的一个境界。有没有人这样告诉你？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说法？有没有人告诉你说，你可以透过行善进入得救的那个门里面？有没有人说，你只要周济穷人，你只要把你有的分给那些穷人，分给那些需要的人，去帮助那些残疾的人，你只要行善，你就可以得救？我请问一下，行善会得救吗？弟兄姐妹，行善不会得救，除非你行善的动机是你爱上帝，你回应上帝的爱，你因为上帝爱你，你去行善。如果你只是单纯行善，你却不认识神，你却不认识耶稣基督，行善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。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，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，行善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。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。如果这些事情都不能让我们得救，那什么能让我们得救？耶稣基督提供了一个很真实、清楚的方式，让我们进到他的羊圈里面。他说：“只有我是门。”这个瞎子在得救的时候，我刚刚在分享的时候，这个瞎子在得救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什么关键的事情？他听到他眼前这位就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跪下来拜他，认他为主。这一件事情让他得救了，就是这件事情让他得救。弟兄们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耶稣基督最后有一段话，他说：“我就是门。凡从我进来的，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，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偷窃什么？偷窃上帝的灵魂。杀害什么？法利赛人杀害了什么？法利赛人第一个杀害的就是耶稣基督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毁坏什么？毁坏上帝救赎的计划。这是盗贼要做的事。我不是啊，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特别的要为我们当中，你还在犹豫你是不是上帝的羊，你还在想上帝是不是真的叫过我的名字？我明明不认识他，我从来没去过教会，没读过圣经，甚至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，他怎么可能叫我的名字？但弟兄姐妹，我要非常非常正式的告诉你，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分享这篇道理，耶稣基督正在叫你的名字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我们一起低头。父神，我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只要他听到上帝的好消息，他只要听到耶稣基督正在呼喊他的名字，他就算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主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你要感动他的心，他在心里对你说：“是的，我愿意认你为我的主；是的，我愿意说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你就是那个上帝的独生爱子。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认你为我的主，我要永生永世不认别的主，只认你为主。因为我今天听到了一个好消息，我听到了一个真理，就是只有你是这个羊圈的门。”我如果要进到这个得救的羊圈里面，我只能透过你这扇门。我今天听到一个好消息，说你是我的好牧人，所以当你这个好牧人在呼喊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听见了。我现在
此时此刻就听见了。所以我听见你呼喊我名字的时候，我要快跑到你的面前，像这位盲人一样跪在地上，抓着你的脚，抓着你的腿，说：是的，你是基督，你就是我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那世上唯一的救赎主。我要永永远远跟随你，我要在此时刻宣告：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那个耶稣基督的孩子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也不属撒旦恶者，不属魔鬼，不属那个谎言，不属那些来毁坏的、来破坏、来杀害的那些盗贼。我要在此时此刻宣告，我永远跟随耶稣基督。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来报告。第一件事情，5月份的长职月长职，长老是简成长老，执事是黄传俊跟李正义执事。在因应新冠肺炎，我们要这个防疫的这个做法，我们至5月底暂停教会实体礼拜，改为线上礼拜。之后我们会视疫情适时调整，是不是要回到现场礼拜？不过目前我们的决定是先到5月底。都是暂停实体的线上、实体的礼拜。以上报告，我们现在一起起立，我们来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。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交通、甲引带、甲恁众人三角地地，为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们。兄弟姊妹，请坐，必祷。